给你们多和鸟人，我要么学，侬能得脚台车上要不你瑞虎爆破了，是你好请教。讲起来的话，要不好电最后一台车了，要跳呢我发视频，然后我这么多。好多人都哥哥嘎，要第一要不你的哥哥实行着我，然后呢在可能广东请驾照了找我没台车那里，台车的话你要够完事才叫你车能给嘎，然后我哥开了一张老师努力你车了找我走台车呢，然后够完事才叫你车上个人话，就要交完事才叫你落车，所以老师你划算。我个人话是到我娘们我爷我们了，我外面到家哈就当弄到就来话就定来台车呢，所以呢我娘呢还是非常的感谢我的哥哥呢，虽然不要决定能讲这个，但是从来找不到个第一家不，但是还是很信任，到后来是沟通的老师的走起，两人话就谢谢我哥，还有我是你老们我娘们到后对我的支持噶，想收钱给你们话你就要找我哦。